最後啦嚇，咁五 Sir 求其彈啲嘢我哋唱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對不起我哋啊。呢個唔係。是你嗎？手執鮮花的一個，你我曾在夢裏暗中相約在這刻，承諾站在夕照後，斜陽別你先離去，亦會不歸家，期待我嗎？是你嗎？能否輕輕轉身嗎？盼你回來靜聽我的心裡面說話，每天我衷心祝禱，祈求夏季快來到，讓這麼一刻燃亮愛吧。你會否聽見嗎？你會否也像我，秒秒等待遙遠仲夏。信嗎？我已深愛着你，見你一面也好，換我念掛。是你嗎？能哼出這首歌嗎？你我對愛願路上，以歌聲替代說話。這首歌在夢裡面能換為你唱，讓我的聲音陪着你吧。I love you， 你會否聽見嗎？你會否也像我，秒秒等待遙遠仲夏。深愛着你，見你一面也好，用我念掛。你應該感到，誰人愛你？五 Sir 彈咩？我哋唱咩？